总彭帅国过身4月26举行丧礼，咱台湾确定派政府总统单届人主特赛去环地公参加。哥斯达黎加的普瓦斯火山喷发，火山附近到3、4千公尺悬，因的政府已经暂停附近的观光活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这部头起先来看，因为这方面各地今日中部是靠强风，苗栗头份毋但是有骑机车的民众摔到，搁有一只停伫咧路边的大货车是去互风掀到冰车。另外，这合欢山的上细楼中道的路边角。这只机车骑到路口，准备越过边仔餐地，向闪一阵强风，历史人挂车雨闪互倒，边仔楼仔厝铁皮也掀起来。这种强烈的天气发生伫23透早8点，地点就伫苗栗头份石观音寺附近一个路口。气象站证实这是强烈风。风面和西南风接触交界在一起，非常不稳定，那产生了很强烈的对流系统，可以确认它这个旋转的状况和强风和它风的状况哦。用镜头看的话，它是龙卷风，没错。风面甲西南风接触，伫苗栗迄卡岛产生强烈的对流。头份中华路一只停伫路边的大货车，也因为一时的强风准冰车，警方到场交通管制车吊车把车拆开。停放于头份市中华路旁未发动之营业大货车，遭瞬间强风吹袭，导致翻覆。那警方到场协助交通管制，并由拖吊车协助将该车吊起扶正。天顶落大细粒的冰架，南投仁爱合欢山附近的上四楼，23中到12点左右也出现真旺的对流。日月潭气象站表示，落冰架是一种固态的降水，因为合欢山的海拔真高，也未溶解进前就落到涂骹所致。合欢山区海拔高度超过3000公尺以上，旺盛的锋面对流系统通常会发展超过高空溶解层，将冰箱的固态降水如冰雹往下推送。大部分的冰象降水会在下降的过程中溶解，但由于合欢山区海拔高度较高，因此在尚未完全溶解时就会掉到地面上，形成天降冰雹的灾害。气象站也提醒讲，风面影响的期间，对流降雨通常发展甲非常紧，都会出现一时间的大水雨。但雷公也是强风，南投高海拔的山区或者是零线顶面，拢真有可能落冰架，民众驶车行路拢要注意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的普瓦斯火山喷发，这火山口是冲到3、4千公尺悬，因的政府是已经暂停附近的观光活动，道警示灯。也若是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即阵嘛当咧喷发，这暗时看过岩浆是一片红叽叽。镜头又较晚来看卖，远的山头高烟一直喷出来。哥斯达黎加的普瓦斯火山，伫日下晡熊熊喷发。喷出高烟有3000到4000公尺之悬，专家讲，这摆火山喷一个高烟大约有6分钟。El día de hoy, 21 de abril, el volcán Poás produjo una erupción explosiva muy súbita a las 2:14 de la tarde. La erupción produjo una columna eruptiva que llegó hasta 3 o 4 kilómetros sobre el nivel del cráter. 专家展示火山喷出样本，其中有石头甲火山灰。Estas erupciones levantan material sobre varios cientos metros. Bombas balísticos, estamos hablando de rocas de 50 centímetros de diámetro, caen en el borde del cráter. 普瓦斯火山有2700公尺悬，是哥斯达黎加上主要观光资源之一。官方讲，这座火山对于3月外开始就出现真接的活动，不过一直到这礼拜才有爆炸性喷发。当局已经限制火山附近的观光活动，并且伫附近的省有道警示灯号，要求民众减少出外，以免输入有害火山灰甲这个气体。另外，伫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也正伫经常性喷发。这座火山伫西西里岛3300多公尺，是在欧洲上悬的火山。伫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有喷发记录。伫去年喷发时，甚至造成机场停飞。公视新闻由派顺编译。美国甲中国因为断水计价是甲这关税划到200几%，不过美国总统 Trump 即阵说是有落两个办事。美国财政部长上大声讲，这美中袂当阁继续互相扣动税。所内这北京的新闻顾问嘛讲，伊是当咧准备甲中国做贸易协议。甚至张 Trump 阁亲身讲，要甲中国扣到145%，不过嘛袂降到0。
这川的态度改变这么多，有分析就认为讲，因为因美国的经济已经因为关税战严重受到影响，股票当地大落，甚至这生理人出身的川，即阵嘛引起商界反弹。咱就拿马斯克的公司电动车特斯拉来看，今年第一季的利润就大减71%，若是搁切落这商界恐惊的避免，川只好打动。马斯克主导，甲美国联邦政府简化保留重要的，到当已经有超过105000名联邦国员互资遣，也是互施透露，民众甲愤怒转向特斯拉，所以地区欧美各地一直传出造币抗议，也是特斯拉放火的事件。因那抗议的声音当中，特斯拉也传出营收大败。日前公布的第一季的财报，特斯拉营收获利拢是比市场的预期较低，其中第一季的获利敢若剩4.09亿的美金，大败71%。这也表马斯克爱出席伊过去捌讲过有代志才会参加的财报电话会议，也宣布后个月开始会渐渐唔干涉政府效率部的工作。Starting probably in next month, May, my time allocation to Doge will drop significantly. I'll have to continue doing it for, I think, probably the remainder of the president's term, just to make sure that the waste and fraud that we stop does not come roaring back. 同一日，川普也伫白宫做出美中贸易战升温以来对中国会当讲是上温和的表态，好让财政部长背心着才拄仔讲的贸易战会渐渐降温的非公开言论。因为对中国的关税，川普已经表示未到145%。145% is very high, and it won't be that high. It's not going to be that high. It got up to there. We were talking about fentanyl, where various elements built it up to 145. No, it won't be anywhere near that high. It'll come down substantially, but it won't be zero. 川普日前表示，中国将期尾要是爱达成协议，若无就无法度伫美国做生意。若准中国无法度做出协议，川普讲美国就会出手。这好亲像也是咧为美中贸易战谈判卡条的这件代志留一个线索。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高中彭济国过身，4月26举行丧礼。咱台湾是确定派前副总统陈建仁做特使去反对公参加。总统派前副总统去教廷，有什么样的期许吗？这是我说人民的哀悼之意。高中彭济国过身，固定要伫个当地时间26早起举行丧礼。咱这边落尾是宣布讲，总统赖清德即摆前副总统陈建仁做特使过去反对公参加。大家去应该是目前对我们梵蒂冈表达我们的怀念表达我们的不舍是最佳的日子。前天才知道。昨天才决定星期六，我们的时间真的非常压缩，所以可以讨论的时间也并不是非常多。最后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总统没有办法去，有没有感受到对岸的压力？不是，我刚才讲，这是目前是我们决定出来这样是最好的嘛。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表示讲，经过台湾双方的讨论，认为讲陈建仁和教宗的关系真亲，是上好的人选，而且可能过程有受到中国那边的压力。未来就职的部分有努力要让总统去吗？他们都还没决定，等那个，我们就等那个什么新教宗选出来。对到总统敢有可能参加新任教宗的就职，外交部并无讲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国际犹太人屠杀纪念日的活动顶悬，罗总统和以色列和德国的驻台代表做伙甲蜡烛点火灯。中心人权和和平是台湾和友盟国家共享的价值，嘛是台湾和世界的重要连接。强调台湾会和民主伙伴国家继续深化合作，维护区域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空桥国际学校寿光校区的学生是徛伫卖环岛，不过昨煞是去互小客车弄到7个学生受伤，其中这伤势上较严重肺癌的学生人总算是清醒啊，转移去台大病院继续治疗。经过透明急救，4间的动物伤势渐渐稳定。23应家属要求转移到台大病院就近来照顾。而中华基督教病院也讲，这摆患者会使度过危险期，归讲车祸发生当时处理得好。随行的老师以及旁边的同学做了第一时间的救治跟帮忙让失血状况不要再持续扩大。
也另外6名学生也陆续由家长接转去，也是转院转去台北治疗。其他学生的后续行程也调整，2、3几天是暂停骑车，最后2天改行较安全的脚踏车道，先才完成预定活动。新北市康桥国际学校秀光校区300个学生骑脚踏车环岛，离离互小客车弄到，造成7个学生轻重伤。有家长怀疑这个活动安全性，学校也出面来说明。都有经过很完整的这个规划跟准备。好，那自然会有一些风险，但是我们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去避开各种的危险。造成事故这个姓肖的开车的人讲，伊是下路去捡物件，才造成这个事故。也过事发现有民众行车记录器翕到伊开车那么紧、那么慢，甚至危险变换车道。警方要调查是不是牵涉驾毒开车，依照涉嫌过失伤害加公共危险罪上班。也来骑脚踏车环岛，虽然真侪车友想要完成目标，不过因台湾欠缺专用道，也后这个安全真是要考验。它其实就是照着道路行走，所以很难避免会跟其他这个车辆会同行的状况。你带头者一定会看前方的状况，有突发状况我们就会大声喊啊，或是告诉后方说，比如说有车哦。资深的车友讲，伊车友所知影的环岛1号线是当时观光局伫2015年底规划，主要是以第1线甲第9线在省道公路为主要的混合型车道。当时配合17条区域，也是地方特色优质路线，真做宽支线，满都互脚踏车专用。除了车友需要将路线规划好以外，家庭嘛要互相斗看斗注意，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铁调度又搁出问题，4月20发现机务单受调度车速度控制无好势，无照流程来，怎直接启动到新竹江号？这已经是这5个月以来第7站吊车的问题。今年1月，台铁7堵站在做吊车作业的时阵，技术因为号志源发唔到信号，造成本道吹风钱甲歹去。无想讲花莲大进前阁传出吊车弄到 EMU 3000新竹江号的事故，这嘛是5个月以来台铁第7件吊车的事故。司机或者是吊车工的人员，或者是做轨道养护的公务，或是做这些耗资系统的这个操作的这些行控的人员，在待遇状况都不太好，所以其实流动的情形其实也有在发生。台铁公司表示讲，这个意外是发生在4月20下晡的2點20，花莲机务单一台 R169 吊车单机在做连挂作业的时阵，虽然讲维持速限在25公里，但是根据 SOP 的规定，中应该停车，结果驾驶并无停，就直接弄到新竹江号。因为列车的外观无受损，第一时间并无通报，隔等天检查才发现讲连接器有受损含漏油，所以就立案通报。如果他没有遵照 SOP。然后它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的话，可能我们要去探讨这个驾驶的身心的状况。我们还是会继续加强啦，该处分的我们还会给予处分啦。对于吊车的那个训练基本的要求，我们会继续加强，全面来做一个改善。台铁公司表示讲，最近吊车事件发生原因无同，经过调查，拢是因为作业的疏失，而且真欠安全意识造成的。而且边线路线的插进拢已经伤旧制去，造成败马的事故。虽然讲无人员受伤嘛，无影响到行车，但专案拢互云南处详细调查，而且配合云南会和铁道局的调查。等厘清责任了后，会严格惩罚有疏失的人员，而且加强风险的管控，避免这种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有啥物重要消息？咱就会来看。头期先来看这瓦伫咧苏澳军港的军舰马庆号今日维修，不过这下晡煞是雄雄请乌烟。刚才海军是真紧就家己处理好势啊。这海军表示是仓库请烟，无人伤亡。这详细的原因，也有受损的情形，也搁爱查。接落来看咱的国军是加买军了8粒的爱国者3型精挺型飞弹，提升空防的能力。预计是今年甲明年就会分配到货。另外，空军的防空飞弹指挥部风声是要成立第4个，可能会部署伫咧华东地区。虽然国防部讲这是机密，无方便说明，不过学者嘛认为讲确实是有必要。上尾来看，去年台中捷运一个20岁细红的查甫人，是伫咧车厢内攻击乘客，甲2个民众抬着伤，一审判10年。今日2审，由这嫌犯甲其中一个被害者和解，改判9年9个月。电影内底，伫咧太空当中种植新的剧情是真有可能会当变做真的。欧洲太空总署昨着做实验，要伫咧太空的环境当中培养食品。毋
那是当改善太空人的生活，买当降低太空食品的成本。澳洲太空总署资助的太空培育事务任务，日透过 SpaceX 来研究和火箭，在美国佛州卡纳维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计划要把一套缩小版的生物反应器送入去太空。这个装置内面有放架母氮合物，和澳洲第一只会当自动返航的商业航天器“红1号”搭载日去轨道，暗算是地球飞行3点钟了后，在葡萄牙的外海回收，送去伦敦实验室。It's the same when we brew beer or wine. We have a vessel, and that's where the organisms can breathe and grow. So they look like the one I have behind me. So this is a bioreactor. They're actually growing cells of yeast that are producing a particular vitamin precursor. 那这个计划顺利，未来会当大幅降低目前大个太空人，大概高达2万英镑，差不多87万的台票。但是以2万美金来算，嘛是爱65万台票的食物件钱。Just think that an astronaut consumes between half a kilo and 1.5 kilograms of food per day, and every kilogram we ship to space can be $20,000 US. So imagine every meal can be something like $10,000. So what if we just make the food we need in space instead of bringing it from Earth? So I got to make water and grow food on a planet where nothing grows. But if I can't figure out a way to make 2015年的电影《绝地救援》是咧讲2035年太空人因为特利失败受困伫火星，了后是家己伫火星顶悬正量时代求生，中间拄到的种种的问题。这摆任务的主要目的，就是评估伫太空内面低动力含关辐射条件之下，制作实验室食品的可行性。这嘛是打造国际太空站顶悬小型食品工厂的第一步，希望2年内启用，未来佫会当应用伫月球。But down the line, when we have the moon base, we need these kind of bioreactors to be able to really sustain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is environment. 太空人若长时间伫太空，会出现骨钙流失、激素含铁失衡这状况。目前是靠营养补充品，但是未来实验性培养食品会当根据个别的需求，实现食饱嘛食着的目标。未来太空人可能会当伫太空食着单一细胞做的牛排、马铃薯泥，甚至甜蜜。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